赫连习月。春风楼主，师傅，评书里说他比你厉害。上林双绝之间，从未动过手。今天会吗？别出剑，师傅死不了。当年我以剑法成名，剑法名雾里看花，而赫连习月则靠着一身内功行走天下，功法名春风得意。他长袍无风而狂舞，近身之物皆化为粉碎。